咁我好榮幸咧，可以參與到 BSV 之中啦，見證住呢個品牌嘅成長同埋呢個行業嘅起步。因為我自己咧近排都有少少經歷啦，咁啊令我覺得有時啲嘢想做嘅時候就要放手去做咗先。如果而家錯過咗咧，我覺得遲啲未必會再有機會可以做到。所以我覺得依家呢樣嘢就係我想做嘅嘢啦。咁一個咧就會比較貼近翻我原本個人，即係比較鹹濕嘅痴女啦。咁另一個就係比較困難嘅角色，咁就係飾演一個單親媽媽嘅。咁我會點樣揣摩佢呢？即係如果我喺某一段經歷嘅時候，如果唔小心做咗單親媽媽嘅，我會去點樣？會有一個咩嘅心路歷程？嗰個心理狀態係點樣？我會自己去想像咯。咁同埋我都有睇咗一啲可能講關於單親媽媽嘅電影啊，去揣摩下佢哋個心理狀態啊，咁樣。其實我覺得香港喺呢一方面咧，都暫時處於比較封閉嘅狀態嘅。咁我留意到啦，好多其他地方咧嘅情慾片咧，都係一路進步緊。咁我好希望 BSV 咧係可以帶動到呢方面嘅發展啦，亦都可以做到呢一個行業嘅佼佼者。咁我期望自己咧未來可以喺演員呢方面去繼續進步同埋發展嘅。咁我想去嘗試一啲更多嘅唔同嘅角色啊，嘗試多啲唔同嘅風格啦，可能拍笑片，又或者科幻片、恐怖片，我都係有興趣想試下嘅。希望喺我演技嗰方面可以做到精益求精。其實我覺得冇話付唔付出嘅，我只係想將件事盡我能力做到最好，無論係鑽研演技嗰方面啦，定係身材管理嗰方面，我會用我嘅方法去達到我想要嘅目標。只要呢件事咧係我想做嘅，同埋我覺得做咗出嚟係靚嘅，我就會盡我嘅全力去做咯。所以付唔付出，我覺得見仁見智咯，我只係盡全力啫。